续来看内政部长徐国勇立一个目标，讲8年要来起20万户的社会主体，也毋过去有歌文提甲呛声，讲8年起20万户无可能。歌市长讲，这个社会主体是要用起的，毋是画口号。掌声鼓励社会住宅包租代管2.0。推出社会主体包租代管2.0计划，内政部邀请租厝业者做伙加入，提供所得税、房屋税、地价税3税减免，加修缮公证保养费3费补助，以及3年租厝管理服务。333和厝头家厝卡更加轻松。有的房东曾经跟我讲，我若1个月租2万，若2000块爱互人做管理费用，我就减2000安尼啦。我讲哦，你省的税金加几6000啊？包租代管的计划为蔡英文政府8年完成20万户的社会主体做工，也毋过台北市长郭文天批评中央。喊口号没有用啊！对，小英的办20万，里面有5万户是我要负责的，那我就跟你说我做不到的，所以呢，我跳票你一定跳票，打嘴炮干什么？对，而且还要写一大堆的这个，我不理解你们公布一下你们盖了多少？不能说啊有一点困难，我们就说不可能。我告诉大家是绝对可能完成的，而且一定可以完成的。国民提甲中央各地对下8年，敢好度完成20万户的社会主体，减轻民众负担，一切就等时间来证明。